再来看台东县的环保局这几档除了有按摄影机要来取缔民众乌白蛋粪扫，最近佮增加空拍机红外线的摄影，要来加强取缔伫山区佮海边啊乌白蛋粪扫。最近就查到6件咯。伫台东县山区的面积较济，即马空拍机未受到地形的限制。台东县环保局嘛引进，用来处理民众伫咧山区野外乌白蛋废弃物的情形。最近伫台东县卑南乡泰安村的山区，翕到一个山沟，面积差不多16平，废弃物是顶甲规个。当地村长讲，这个山区称在有人来乌白蛋各种的废弃物，而且是真恶堆渣。即马有空拍机处理，希望发挥效果。他来，他可能跑很深山去倒，我们可能有时候没看到，或者甚至是晚上。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去年利用鹰眼摄影机已经处理而且程度93个，较会去互乌白蛋粪扫的所在。不过，较偏远的山区要处理就较困难。今年委托厂商用空拍机来巡逻，伫山区太平溪甲猪本溪，都查到6个所在去互等营建工程的废弃物。空拍机执行稽查的能力又搁增强。俯瞰的一个区域范围也比较大。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空拍这样的一个传输到地面的，整个可以掌握到即时的一个环境上的一个资讯。不过，空拍机敢会当查到防乌白蛋粪扫的地点，也无法度找到蛋粪扫的人，所以目前只好请地主限期改善。不过会当正确掌握山区去乌白蛋粪扫的所在，即马佫加上鹰眼录影机来处理乱蛋粪扫的情形。环保局呼吁民众，唔通就是讲山区较无人快，粪扫就敢乌白拼。即马有空拍机，便若互查到，就会互罚1200至6000块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